南投的黄花风铃木，台语讲是金风铃，即摆嘛当咧大开哦。像伫南投市的福光路、马路口爆花，也阁有草屯的南开大学、甲儿童公园，拢是看这花的好所在。黄花风铃木最近到开花期，白人的景色，让人看到心花开，相真侪民众来遮赏花翕相。觉得很漂亮，对啊。然后如果下课晚，如果觉得很不开心，可以来这里走一走。美丽花伫南投县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，包括南投市福光路、鸟路口爆花、草屯儿童和生物公园，景色嘛拢真水。南开科技大学林荫步道嘛拢是赏花景点，两边的黄花风铃木就亲像黄金蹦康，真浪漫特区。学校的校园是开放的，特别是在我们草屯中潭公路的这一线。这几年，南开科技大学和地方小联开放予民众会当来遮佚佗行踏，共同营造观光特色。即摆黄花风铃木开到真暗，不过花期底想要赏花民众都要把握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